configuration owners and service providers 配置所有者同服務提供商理論。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務架構嘅 configuration tier 標識參與確定單個交易嘅稅費嘅因素。呢啲可徵稅性因素係參與方 participants 交易中涉及嘅各方、產品 product 交易嘅產品、地點 place 交易中涉及嘅地點，包括發貨地址同埋收貨地址，以及開票地址同埋開票地址。交易 transactions 發生嘅交易類型，討論點樣管理交易嘅第一方對稅務配置數據或稅務內容嘅所有權 ownership。第一方包括法人同運營單位 operating unit， 另可以通過配置選項管理稅務內容嘅第一方所有權，另喺稅務定義階段創建嘅稅務制度確定咗構成每個稅務要求嘅稅務同法規則。配置選項標識第一方同稅收制度之間嘅關係，以反映每一方嘅稅務要求。組織中嘅第一方法人可以使用植入嘅全局配置所有者共享相同嘅稅務內容。個人法人或運營單位亦可以擁有同維護自己嘅稅務內容。你仲可以將稅務服務提供商分配俾配置選項，以便為涉及美國銷售同使用稅嘅交易提供稅務計算服務。Oracle eBusiness Tax 主頁配置所有者同埋選項，稅務配置所有權 Tax Configuration Ownership。你可以使用全局配置所有者將你創建嘅稅務內容應用於整個組織，亦可以讓組織內嘅各個參與方創建同維護自己嘅稅務內容，或者覆蓋全局配置所有者嘅部分共享稅務內容，以滿足特定要求。當一方覆蓋稅務內容或創建同維護稅務內容時，佢將成為此稅務內容嘅配置所有者。稅務配置所有權包括擁有其稅務內容嘅法人同運營單位，按獨立方使用全局配置所有者嘅共享稅務內容嘅法人同運營單位，應付帳款、應收帳款同其他應用程序中嘅 Oracle eBusiness Suite Release 11i 稅務數據，作為包含其自己嘅稅務內容嘅運營單位遷移到 Oracle eBusiness Tax。對於每個運營單位，你可以繼續讓運營單位維護其自己嘅稅務內容，亦可以將運營單位設置為喺交易記錄時使用其關聯法人嘅稅務配置。要將運營單位設置為使用其關聯法人嘅稅務配置，請喺運營單位嘅當事方稅務配置文件中啟用使用法人訂閱選項。請注意，呢個係一個不可逆嘅設置。一旦你將運營單位與其法人實體關聯，你將無法更新運營單位稅務概況或維護此運營單位嘅單獨稅務內容。稅務配置選項 Tax Configuration Options 使用配置選項，將法人同運營單位與其適用嘅稅制關聯。一方同稅收制度之間嘅關聯包括以下定義：喺稅費同埋規則嘅配置，交易方用於稅費、稅務狀態、稅率、退稅率同埋稅務規則嘅設置；產品例外配置，當事方用於產品稅例外嘅設置；服務訂閱，該方用嚟代替 Oracle eBusiness Tax 提供美國銷售同使用稅稅務計算服務嘅外部服務提供商；稅費同埋規則嘅配置 Configuration of Taxes and Rules。 Oracle eBusiness Tax 提供全局配置所有者嚟表示公司級別所有稅務設置嘅所有權，另為每個參與方證權組合設置嘅配置選項與全局配置所有者相關。呢啲選項包括通用配置，該方將公司稅務設置用於適用制度，具有 Common Configuration 通用配置選項嘅所有參與方共享相同嘅稅務設置。喺設置稅費、稅務詳細信息同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嘅時候，全局配置所有者代表具有通用配置嘅任何一方。對稅務設置嘅授權更新會影響 Common Configuration 嘅所有用戶。具有相關方覆蓋嘅通用配置，相關方使用適用制度嘅公司稅務設置，但能夠使用特定於該方要求嘅稅務設置，覆蓋公司稅務設置嘅某啲部分。相關方特定配置，法人實體或運營單位相關方唔共享公司稅務設置，而係為適用制度創建同維護自己嘅稅務設置。喺呢種情況之下，只有此方可以使用佢創建嘅稅務設置。對於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版本11i 遷移嘅數據，稅務設置嘅配置所有者
將按以下方式轉換為 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稅碼，特定於當事方嘅配置。運營單位擁有其稅務設置基於位置嘅稅務代碼，通用配置。全局配置所有者擁有基於位置嘅稅務設置 Configuration Owner Tax Options。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頁面顯示每個遷移嘅運營單位嘅 Oracle eBusiness 選項設置。你可以根據需要更新其中嘅某啲設置。產品以上配置商品例外情況嘅配置選項設置，決定咗為此稅務制度定義嘅商品稅務例外情況係同其他方共享定係僅特定於一方。如果稅同規則嘅配置選項係通用配置或參與方特定配置，則 Oracle eBusiness Tax 會將相同嘅設置分配俾產品例外嘅配置選項。如果稅費同規則嘅配置選項係具有當事方覆蓋嘅通用配置，則可以將產品例外嘅配置選項設置為通用配置，以允許當事方使用全局配置所有者嘅產品稅例外，或者參與方特定配置，以允許參與方設置自己嘅產品稅務例外。呢啲例外唔同任何其他方共享法人同埋運營單位配置選項 Legal Entity and Operating Unit Configuration Options。你可以定義各方之間嘅關係同埋稅務要求，以反映公司嘅特定稅務需求同埋其組織方式。呢啲配置選項包括一個法人擁有並維護其稅務配置，一個法人嘅多個運營單位共享法人稅務配置，多個法人共享相同嘅稅務配置，多個法人共享相同嘅稅務配置。各個法人能夠覆蓋共享稅務配置，以滿足特定於法人嘅要求，包括稅務、稅務狀態、稅率以及稅務規則同公式。一個法人嘅一個或多個運營單位擁有並維護單獨嘅稅務配置，法人或者擁有並維護單獨稅務配置嘅運營單位對特定交易事件使用第三方稅務服務。配置選項 Configuration Option 配置選項使用 Configuration Options 配置選項頁面設置配置選項，以將稅收制度同公司中根據呢啲稅收制度有稅收要求嘅各方相關聯。你可以喺創建稅務制度或為第一方法人或運營單位創建相關方稅務配置文件時設置稅務配置選項。兩個設置流都顯示並維護相同嘅參與方政權定義。配置選項僅適用於同稅收直接關聯嘅稅收制度，而唔適用於對其他稅收制度進行分組嘅稅收制度。任何授權用戶都可以維護同全局配置所有者關聯嘅通用稅務設置。喺設置配置選項之前，你可能需要完成其中一項或多項任務。設置 eBTax 對 GCO 數據進行讀寫訪問配置文件選項，以識別可以維護全局配置所有者嘅稅務配置內容嘅用戶。建立稅收制度，設置當事方稅務配置文件。服務訂閱 Service Subscription 提供商服務嘅設置稱為服務訂閱。服務預訂適用於稅制同法人每運營單位組合嘅一個配置選項設置嘅交易記錄。使用 Subscription Options 頁面將外部服務提供商分配俾配置選項。分配之後 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使用外部服務提供商稅務服務嚟計算應收帳款交易嘅美國銷售稅同埋使用稅，並使用外部服務提供商稅務數據進行報告。Oracle eBusiness Tax 喺外部服務提供商同 Oracle Receivables 之間提供透明嘅集成。Oracle eBusiness Tax 同埋外部服務提供商都喺唔中斷應用程序、業務流程嘅情況下執行同埋完成稅務服務。你可以使用以下外部服務提供商嘅稅務服務 ：Taxware LP、First Data 公司、Vertex 公司。服務訂閱設置喺設置服務訂閱之前，你可能需要完成其中一項或多項任務。強制性先決條件步驟包括建立稅收制度、設置當事方稅務配置文件、設置配置選項、事件類，使用 Event Class Mapping 事件類影射。頁面查看事件類型同埋稅務事件類型之間嘅影射。喺設置稅務規則時，你可以使用事件類影射信息。你可以設置引用應用程序事件類同埋或稅務事件類嘅稅務規則。使用事件類選項
亦可以查看每個應用程序事件裏嘅默認稅收設置。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為應用程序同事件類嘅每個組合提供預定義嘅事件類設置。事件類設置提供咗一種標準化 Oracle eBusiness Tax 同埋其他應用程序之間交互嘅方法。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根據每個應用程序事件類嘅預定義設置響應特定嘅應用程序事務事件，例如應付帳款發票或者應收帳款貸項通知單。通過呢種方式 Oracle eBusiness Tax 可以確定同計算稅款，而無需訪問每個產品。默認情況下，事件類嘅 Event Class 選項設置適用於所有配置所有者。你可以通過以下方式更新屬於所選配置所有者嘅應用程序事件類嘅事件類選項。如果啟用咗 Event Class 選項，則可以取消選擇該選項，以將其從稅務計算中排除。如果冇為特定應用程序事件類啟用事件類選項，則無法啟用此選項。適用於 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嘅事件類別。以下事件類別適用於 Oracle eBusiness Tax 電子商務稅：應付帳款 Oracle Payables、標準發票 AP Invoice、預付發票 Prepayment Invoice、費用報告 Expense Report、採購 Oracle Purchasing、請購單 Purchase Requisition、採購訂單同協議 Purchase Order and Purchase Agreement、釋放 Purchase Release、應收帳款 Oracle Receivables、發票 AR Invoice、貸項通知單 Credit Memo、借項通知單 Debit Memo、貿易管理 Oracle Trade Management、同 AP 接口嘅索賠嘅稅務事件、同 AR 交互嘅索賠嘅稅務事件、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 Configuring Owner Tax Options、使用 Create Configuration Owner Tax Options、創建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頁面為配置所有者同應用程序事件類嘅組合、設置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你可以更新特定配置所有者嘅某啲 Oracle eBusiness Tax 預定義事件類設置。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允許配置所有者更新屬於特定應用程序事件類嘅交易嘅默認稅務選項。喺交易嘅時候 Oracle eBusiness Tax 使用配置所有者同應用程序事件類嘅 tax 選項設置，而唔係默認設置。以下係你可以為每個應用程序及其事件類更新嘅稅務選項：應付帳款、標準發票、預付發票、費用報告、寫入優先層次結構、制度確定集、對導入嘅文檔執行其他適用性、抵消稅基、允許稅務適用性、允許輸入手動稅項 line、允許重新計算人工稅項 line、允許對計算嘅稅項 line 進行覆蓋、稅務容忍度、採購、請購單、採購訂單同埋協議下達、寫入優先層次結構、抵消稅基、允許稅務適用性、應收帳款、發票、貸項通知單、借項通知單、寫入優先層次結構、允許豁免、制度確定集、抵消稅基、允許稅務適用性、允許輸入手動稅項 line、允許重新計算人工稅項 line、允許對計算嘅稅項 line 進行覆蓋。你可以為從 Oracle eBusiness Suite 版本11i 遷移嘅配置所有者更新遷移嘅稅務選項設置。如果你將直接稅率確定與稅務分類代碼同遷移嘅稅務數據一齊使用，則必須使用為適用嘅配置所有者同事件類別設置嘅 STCC 制度確定集嚟設置配置所有者稅務選項。